老板交代阿秋姐的工作，她每一项都做得非常好。練筒，練筒，練筒。機靈，機靈，機靈。人講人愛連筒，貨愛龍孔，實在有道理。人講人愛連筒，貨愛龍孔，實在有道理。人講人愛連筒，貨愛龍孔，實在有道理。常言道，人要機靈，猶如火要通風，實在是有道理。常言道，人要機靈，猶如火要通風，實在是有道理。常言道，人要機靈，猶如火要通風，實在是有道理。Little， little， little。力氣，力氣，力氣。佢生來較矮些，唔過力頭很動態。佢生來較矮些，唔過力頭很動態。佢生來較矮些，唔過力頭很動態。他長得比較矮小，不過力氣很大。他長得比較矮小，不過力氣很大。他長得比較矮小，不過力氣很大。老闆，楊師傅要幾多點？4點半。阿姨啊，聽講你未火化嘅資料肯定好嘛？但係問看到骨灰壇，是係咪剛好係？咩前幾年就喺你工廠嘛？條家講根本伊長要較好，伊等下要送落。唔係長喺你條家嘅，我喺你工廠啦，做嘛該本事送？掠迄行條路，做嘛愛買呢？係本嘅條路喺你工廠啦。迄條家只家講愛送的啊，我又無白記。再個講，迄支地咧，當然去送落啊。哎呦，唔係較有效率，做嘛要拖礙時間？你工廠迄喺你肯定是有較唔錯麼？莫大項事情，用到愛到清米，真係有問題。做嘛掠到，撈到自家動位嘅你，死都談有什麼問題出到哪啊？你迄唔係長條拄面，都唔先來做啲老兩條路做好。我嘛嘅事情，按看做嘛嘅，有騙誒。有騙給你，你唔係愛。你做嘛用講啊？就算我有騙，唔過我有看醫生，我有請風法。你倆種哦，唔看醫生，知道自家當空間嘅急診票，很卡得你掉。清華保庇條家，做準時送到，冇人來出茶水啊！老海，你請過條路好了。是你，請我本啊，加一百幾費。我發誓，我聽錯唔會再講老人罪，聽錯唔會再講出茶水。迄個我提出大意，有本錢，我就這條路挑好本工。